喺繁忙嘅生活之中，都市人好容易因為忙碌而忽略咗身邊嘅人同事。其實大家生活喺同一個社區，鄰里之間係應該守望相助㗎。尤其是而家社會高齡化，好多居民嘅年紀都越嚟越大，以老護老嘅情況亦都越嚟越普遍，所以長者更加需要社區嘅支援。今年76歲嘅陳生，平日要帶患重病嘅太太到醫院覆診，喺屋企亦都要忙住照顧身邊人嘅日常生活。佢成日都會唔知點解會有發生痛咁啊！譬如你坐得耐咧，隻腳咁屈開咧，就拉直唔到嘅。相濡以沫，以老護老，對照顧者嚟講，身心都承受住壓力。肢解咗隻腳之後咧，做咗截肢，會咧根本係發生腳痹嘅。成晚咧耐不久咧，你唔喐佢仲衰，要轉下身啦，喐下佢。如果一唔喐佢咧，佢又痹起到抽筋嘅。半夜去廁所一下都喐到好麻煩，即係以我嚟講，就稍微真係有啲吃力，因為我本身都係髖關節炎，行動又唔方便，同埋我有啲腰冇力嘅，有時我要扶起身去拉佢去廁所都好困難嘅。佢個喺佢飲食都係重要，但係更加重要嘅係就係協助佢運動，即係有時瞓到半夜都嗌痛啊，都醒幾次咁，即係今次譬如話我自己有好多覆診嘅話，我係都照顧佢唔到嘅，我喺旁邊，我要知道佢個狀況，因為佢又唔好記性，我又唔好記性，我個本人個精神都係唔係咁好，咁都有少去困擾咁樣。近年政府一直多管齊下，增撥資源去支援照顧者，以建立一個照顧者嘅友善社區。當中包括24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、暫託服務，以及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嘅個人護理、家居照顧同埋康復訓練等等。透過唔同類型嘅服務，舒緩照顧者壓力。政府喺2023年於全港設立關愛隊，除咗支援地區工作，仲會推行日常嘅關愛活動。2024年3月，社會福利署開始以荃灣及南區作試點，推行支援長者及照顧者先導計劃，而關愛隊就喺當中擔當住一定嘅角色。由於先導計劃試行效果良好，所以政府會喺2025年嘅第二季將計劃擴展至全港18區。張議員啊，我想問咧，呢個計劃主要受惠嘅對象係邊一啲人呢？主要咧就係獨居啦、雙老啦，或者一啲護老者啦，甚至係一啲殘疾人士嘅照顧者，都係我哋嘅對象嚟嘅。作為地區上面最前線嘅角色咧，佢對於一啲鄰舍啊，或者可能人物關係會比較熟悉嘅，所以佢哋係好似一個指南針咁樣，比較容易咧發掘到一啲有潛在需要嘅一啲家庭啦。咁佢哋可以做一啲定時嘅一啲關顧啦，譬如上門探訪啦，關心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啦。如果遇到一啲複雜係脫離咗佢哋嘅職權範圍上面做到嘅嘢嘅話咧，可以係適時向翻社會福利署嗰邊咧作出一個轉介，而提供一啲協助嘅。呢一日就聯同裝修師傅為陳生屋企加裝扶手。姑娘都好成問題，依家一定要有人扶啊，扶過去、扶出、扶入啊，撳住啲浴缸邊嗰條鐵啊，咁樣扶住咯，仲要有人幫我擁住個背脊啊，挺起啊，又扶高我咁先沖咗涼。佢哋善用自己嘅時間，幫助小區內唔同社群，為有需要居民提供關愛服務。Hello， 兩位你哋好啊！我想問咧，點解你哋會參加關愛隊嘅？你講先啦。我講先啦。我退咗休嘅時間咧，咁我就覺得需要人嚟關愛我。咁點解我唔去關愛人哋咧？咁我就參加咗關愛隊，咁希望能夠用我嘅關懷同愛護俾大家。平時嘅工作主要包括啲咩咧？喺佢哋咧，譬如打流感針啊、中醫義診啊嗰啲，我哋就會出現咯，幫佢維持秩序啊，同嗰啲老人家傾下偈啊咁咯。咁嗰啲受照顧人有冇同你講啲咩感受啊？佢哋都會有㗎，因為好似平安紙咁咧，起碼幫到佢哋做嗰樣嘢，咁佢哋咪會開心咯。因為唔需要喺出邊咧驚住俾人呃啊嘛，因為年紀大咧遇到老千嘅機會會好多㗎嘛。咁但係如果係由關愛隊喺度舉辦嘅咧，咁佢哋嘅信心咧就會100%咯。2024年，行政長官宣布會恆常化地區服務，並喺下一服務期增加資助金額50%，2年資助增至150萬。嚟緊政府亦都會進一步優化同埋推展關愛服務。作為政府支援地區網絡嘅一個團隊啦，
咁係同區議員咧係做到一個相輔相成嘅作用㗎。譬如之前咧有啲突發事件啦，環保南啦、日出康城區咧暴雨之後咧係水浸嘅，都係全 team 人出動，睇下邊啲位置咧有水浸嘅情況啦，或者淤塞渠道嘅情況啦，即時咧係向政府嗰方面咧匯報翻咧，等佢哋可以即刻解決處理嘅。你覺得關愛隊恆常化會帶嚟咩好處？咁我哋可以持續地舉辦一啲社區嘅活動，同啲居民咧建立咗一個信任度啦，同埋關係啦。畢竟咧，即係建立信任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嘅，方便到我哋未來日後嘅一啲支援上面嘅工作，或者一啲轉介服務嘅工作。咁啊，呢啲咧都係需要恆常化之後咧，透過唔同嘅地區活動咧，去建立翻一個社區網絡而做起嘅。